风台伫各地拢造成未少的灾情，红头树已经透17级的阵风，这已经创下当地120多冬来的纪录。开源港有9成的渔船拢摒弃，附近的这个徛家甲学校拢有损失。目前规个红头树是拢停电的，部分地区甚至连这个电话都卡袂通，佮传出有人受伤。透过海巡，兰屿安检所的监视画面。开源港的船啊，去有17级的透风，吹到伫个港的弄来弄去，因为有的落甲真严重，差不多有9成的船拢沉落水底。透风是直接灌入去人家厝内底，电火条啊嘛起去，部分的徛家去有透风扫倒去，学校的受损嘛真严重，教室甲多功能会议室拢损断甲真吃力。兰屿唯一的加油站，加油枪嘛拍无去，规个兰屿受损是真严重。乡公所估计损失可能有甲上百亿。我们学校的岛上算是最好的、最豪华的，可容纳80人的多功能会议室，整个大门都被吹掉，连那个窗框都被吹走了。现在是电话不通，然后那个交通也不通，然后我们的那个一些那个房屋什么都被吹得乱七八糟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船只也整了大概9成。透早台东县南回地区是透风落雨，大埔地区路边的树啊，去有风扇倒去。伫台东富港的海墘啊，影是一直拍起来爆花，拍起来有甲10公尺悬。海影又入来渔港，白渔船仔的锁啊嘛差一点嘛断去。渔民伫港边监控家己的渔船仔，就烦恼船仔会流去。浪很大啊！哦，这大啊！哦。啊，刚烦恼船就走去。哎呀，都来白船啊！台东规暝风是透假，目前风有较减弱，不过造成18000多户失电。经过台电修理，目前还阁有7000多户停电。兰屿地区目前传出有民众受伤，不过因为路未通，都要甲路修理好，会当通行，才有法度甲患者载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